今節講出家啲，有人按20:3節咁樣講到，係講你呢下對付一切呢個敵人都講到自家嘅煩惱、自家嘅問題、自家嘅痛苦、自家嘅不捨，嗰度係自家嘅敵人。佢講你嘅心從唔好喐，你也唔好驚，你心也唔好轉，也唔好擔心。但係呢，因為到呢個有人按20:4節咁樣講到，上帝行在你嘅面前，跟你同在對付一切你嘅痛苦、你嘅敵人、你嘅煩惱、你嘅不捨，佢跟你對付。但係佢係樣樣做呢？因為到佢係本質嘅得勝嘅路，即係樣樣係講自己有問題、有痛苦、有不捨，就係講有敵人，自己係嚟謙卑嚟到上帝嘅面前，求一個恩典，一個同在，帶自己過突突折折嘅痛苦、突突折折嘅不捨、突突折折嘅煩惱，佢帶自己去得勝嘅路。嗱，謙卑求上帝嘅恩典，你人一禱告，本隆重兄弟姊妹，可能兄弟姊妹呢下得到有苦難，得到有苦衷，得到有煩惱，冇辦法，冇路行，上帝祝福佢有勝利，在耶穌基督嘅名，我禱告，阿門。